甲伊瓦萨基克大陆，罗马字发音式台湾字典。甲，你甲倒一个人答应？我甲人落落散散，迄个人答应。迄条代志你甲我讲到详细好毋？阮是大人，吩咐我毋通甲别人讲。你有不时去甲伊讨无？我常常嘛有甲阮小弟做阵去甲伊讨。你伫时要去甲保正参详？我想说书明仔载若无去，后日的确要来去甲保正参详。你是超工甲伊通知是毋？拄顿因后生来才顺线甲伊通知啦。你有小可甲伊点拄无？有哦，我有煞甲伊考劝。你伫时甲伊买？2-3日前甲伊买。头拄仔你有去甲伊说落力无？也未咧，较停仔才要去甲伊说落力。科长甲啥物人训示，你知影毋？伊甲蒋介石训示。即张批你甲我寄去好毋？好啦，我则甲你寄去。你甲我查看觅。即几日我较无闲通甲你查看。票包仔你甲我找看觅。较停我若有闲则甲你找看觅。迄条你赶紧甲我创好毋？等我手闲，我则甲你创。你有骨力甲伊做无？有啦，我有认真甲伊做。你有甲伊讲电气门无？我有甲伊拍电气门，总是也未回电来。恁隔壁个要做生日，你有买啥来甲伊斗闹热无？我有买一对花杆来甲伊斗闹热啦。甲人做代志着较勤力，毋通笨蛋。我都有遮尔认真甲伊做，你还阁讲我笨蛋是毋？你甲我写一张批好毋？好啦，我则甲你写。迄领新底衫，你甲我洗较清气好毋？听后尾说文来则甲你洗。12点我要出门，你紧甲我煮饭。好，我随时甲你煮。遮个钱看有偌济，你甲我算看觅。我摕算盘来甲你算看觅。